你这是要开多少家分号啊？不多，开遍九川的各个角落就行。但是我还是觉得人手有些不够，我打算再招一些厨子。眼下总店的厨子呢已经成熟了，不易出错，熟悉流程，就让他们去管理新店。我们总店就招一些新的厨子，我们看着也能放心些。你是李薇吗？你从金川回来之后，头发也梳上去了，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。你该不会是元英吧？你这样说的，我又有些想他了。东家，几位东家，这元英郡主和上官郡主的书信到了。那谢谢朱长官。你看他们也想你了呢。这叫心有灵犀。怎么样？信上说什么了？元英已经正式上朝了，接手了金川的护政司。不愧是元英，我就说他一定行的。对方呢？写成了。这星星的字还和以前一样啊，没什么进步啊。怎么了？他呀已经跟五哥会合了，他们俩要去仗剑天涯。那是好事儿啊！上官一直都想当女侠。那老五把上官哄好了没？这就得看他自己的造化了。哎，呀，起来了，正好，来擦把脸，清醒一下。不用，我自己有帕子。哦，那这样，你吃口东西，来，特意给你烤的。来，哎，来，尝尝。呀，不是，我刚才晾衣服忘翻面了，没事，我等会儿再给你烤一个啊。不用了，没有什么味道。我去收拾东西。啊，哎，对，我去，我都懂。来，你坐。哎，好嘞。哎，上官啊，你是不知道，在我们新川呐，嘿嘿，我可是9连环的冠军呐。所以说我这个手上功夫不是一般人能比得了的。以后像这种东西，你就放心的交给我。你看，马上收拾好，等等。你的比赛就你自己参加吧。俩，还有小11。我自己来吧。不是我来。哎，我自己来。我来。膝盖。好，那我去那个牵马啊。不用了，你回去吧，我自己上路。我知道，你不就是觉得我什么都干不好吗？但是你总得给人一个机会嘛。是，我承认，我有些方面我确实是不擅长。但是人说了，笨鸟先飞，勤能补拙。我还不怕告诉你，我出来之前，我把九川地图全背下来了。我现在闭着眼我都能给你画出来。我现在人送外号“九川活地图”啊。那请问活地图，我要去苍川，我该怎么走？你这问着了。首先，你要一路向西，直取中州县，去怀平镇，最后过虎啸关呐。路呢？路就在脚下嘛。你走的人多了，它自然就变成路了，对吧？果然不白叫隐骑，把人引上歧路。我没有啊，我为什么来这儿呢？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它风景如画，我特意带你过来观光的。你看这地方，对不对？你听，这鸟语花香。你要是来这游山玩水的，我告诉你，咱俩早散早好，别耽误我闯江湖，浪费人时间。不是，你听我说，你们做大侠的，是不是也不能成天打架斗殴？咱是不是也有点休闲娱乐的活动？你这样，回头我带你多去几个著名的山头，咱看看能不能碰见土匪啥的。你再多嘴，我就让你变成死地图。脾气太大，是不是？这地儿行，其实走走嘛，走。这靠谱的厨子怎么这么难找啊？都好几日了，一个合适的都没有。
可不是嘛！听说咱们酒楼要招厨子，各路人马都按耐不住了，尤其是那四少主，惯会用人情门路，都推荐了好几个厨子了。做饭难吃也就算了，我才3、2句话，还要塞钱贿赂我呢。就算是做的好吃啊，这么精乖的，咱们也不敢用啊。是啊，还有一个也说是四少主的远亲，把咱们几个的来历都摸得明明白白的，就怕这太聪明的人没安好心，利用咱们酒楼拉拢各川的关系，那这可就麻烦了。九少主，听说你们这招人呢？怎么你也来凑热闹？放心，嫂子，我是绝对不会走后门的。但我手里吧，确实有个好苗子，你们瞧瞧。若是不行，绝不勉强。这还不是走后门？开水白菜，新川的黄金煎鱼，金川的烩海鲜，银川的糖醋排骨，墨川的炸茄盒，代川的臭豆腐，苍川的卷饼，济川的菌菇米线，还有烟川的樱桃酥酪。好香啊！哇，来，谢谢大厨。各位请品尝。我就不客气了，先上手了。哎呀，好香好香啊！太好吃了，这个也好吃。哇，这也太酥了吧！这个好嫩。就是这个味道。都说苍川是美食的荒漠，只会大饼卷一切，在我看来不见得，方便果腹充饥，还可以搭配多种酱汁肉类。只要会做，就不会难吃的。说得好，这个做的跟我姐姐做的一模一样。哦，对了，我还没介绍呢，这位啊是肖阳，他也是济川人。你也是济川来的？是，怪不得做的这么正宗。来，坐下一起吃，别见外呀。哎，坐下。离家这么久啊，就想吃这口，但在新川能买到的菌菇种类啊并不多，各位啊，就将就一下。真的，这里好吃的菇子真的很难找。集市上偶尔有一些，比起老家的还是差得远。对，前几日想给九少主做干煸灰树花，跑遍了整个新川，愣是没找到。九少主爱吃灰树花呀。我府上爹娘拿来一些存货，明天有空去我府里拿。好啊，那太感谢了。没什么，既然是九少主的朋友，那便是我们的好朋友啦。来，多吃点，多吃点。剩下的我全包了，可否早点收摊啊？我来吧，以前都是你做这些。还是好这一口。我何必因为一个糟糕的男子毁了我的喜好？再说了，他也不配给我英名。对了，我来是想告诉你，我要回代川。你若不介意，女子商会欢迎你。你有阅历，
有头脑。我并不是无处可去，只是我得回去。我家里面还需要我去掌管那10几个矿呢，何必留在这人生地不熟的新川呢？对吧？是我冒犯了，但是家里这么多矿，就你一个人吗？你没有其他兄弟姐妹？可能你只见过困在宅子里的那个我，并没有见过以前意气风发的那个我。虽然我没有什么姐妹，但是家里我有几个哥哥。这次回去的话，如果他们懂得家中产业应该男女均分，那就好。如果他们认为只有男子才应该继承家中的一切，那对不起了，我就得让他们明白这个道理。方如，保重。没事，我瞧。来。侧夫人府上的卷子真的是应有尽有啊！这破训长得真好，我去切一点。呀，这刀钝了呀，该磨一磨。这虽然是我们季传的破训，但是按单传的做法，拿辣油腌制一下，口感更爽脆。这师傅交代过啊，这辣椒呀要拿出去晒一晒。大晚上的晒辣椒，哎，对，晒月光。嘿，对，集日月之精华。哎，这菜刀也就算了，辣椒可是我自己菜园子里的，你们俩这样可不是待客之道。哦，你还有自己的菜园子，能带我去瞧瞧吗？行，带你去看看。好。走。这厨房可是我的地盘，岂容他人随便进出。全子，此人绝非善茬，咱们师徒2人可要提高警惕了。是。少主啊，我听说这4少主对宫里的人都可好了，买了不少东西，要不咱们也适当的表示表示？这就是4哥的行事风格，咱们还是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就行了。是那些事是应该做好，不过有的时候啊，都是自己种的，一会儿你可以挑一些带回府给9少主。那他见了呀，一定会很高兴。想不到府里还有这么大一块地儿可以种菜，而且你很会选菜。新川冬暖夏凉，正适合种这些。眼下的季节再种些枸杞，那就更好了。有道理，我明日就去买些枸杞种子。哎呀，这新川没多少人懂种菜，还是季传好。你回来啦！这位是啊，这位是我们酒楼新请的大厨，叫肖阳。哦，你说巧不巧？他也是季传人。哦，见过6少主。肖大厨做菜特别好吃，特别是季传菜，是我在新川吃过最正宗的。这难得遇见同乡，挺好。我听说你们要种枸杞，但这不是有吗？对，就是。那是小米辣。
这个没有长好的小米辣，确实是跟枸杞有些相似，认不出来也没什么关系的。你又不跟肖阳一样，成天与菜打交道，不怪你。这少荣他告辞，有公务，找准自己位置。那是个辣椒，辣椒。想不到这个六少主还挺有意思啊，像枸杞，可爱。哎，咱们再看看。我还想问你几个问题。这个菜从前几日起就开始蔫了，是怎么回事啊？水浇多了吗？是有点多，水浇的是有点多。哎，不过那个，不是那个白菜长得不错。这个白菜啊，前几日还被百福给咬了不少。这老四在护政司单独请了不少人吃饭，我查过了，倒也没什么出格的事儿，就是犒劳一下大家。但我一直担心，他会不会有别的心思？若是真心做事，这拉近关系也属正常，静观其变吧。他还推荐了不少清客去各司衙门，除了你九川事务司油盐不进，现在朝里很多都是他的人。这二少主原来把他放在治理司，也是为了让他拉拢文人。不过他这方面确实做得很好，但只要是专心做事，谁的人无妨。行，你豁达啊！我还听你的查了他的账，他虽然到处打点，却不曾挪用公账。他的夫人对他也很好，还用自己的嫁妆补贴。看小杨，尝一下怎么样？还真是不错，很得我心意。您满意就好，那您多吃点。好好好。真不错。给二位添点茶吧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谢谢。哎，你吹什么呢？茶都没有了。我早想跟你说，今天有点不太对劲儿啊。这有厢房咱们不去，非要站这儿说话吗？我是。几位客官还满意吗？这些菜做的好好吃呀，都是你做的吗？正是在下，几位客官满意就好。不仅厨艺了得，性格也这么好。你成亲了吗？还没有，几位慢用啊。看他干嘛？别说这小子生了副好皮囊啊，挺招这些女客喜欢。果然能说会道，不愧招揽的都是女客呀。这就是上得厅堂，下得厨房吧。怎么了？我感觉六少主吃味了。你没告诉他，萧阳是九少主介绍的吗？他们关系很好的。他应该知道的吧？你看，他心情不错，他不会介意的。他狗用我家海棠，不是人家也不是你的人了。你还说风凉话？那李威不也盯着他看了吗？不，这小子谁呀？萧阳，小杨，我看这只羊啊，都登堂入室了，你可得管管，把它炖成羊汤。这是人家抢的厨子，我又管不着。我觉得这只羊比老四都难对付，你可得上点心。你看啊，自从我打了光棍之后，这老五也合理了。这股风啊，慢慢的刮到了你这儿。我一姥姥，跑了吧？这吕威要是再跑，你可就惨了。哎呀，我得赶紧跟老七说一声，让他盯好了西平妹。
少主啊，少主，哎呀，你都快成往70了，不用那么在意这个萧阳，不至于的啊。我没有，没有吗？他们是同乡。同乡怎么了？有很多话可以说。那侧夫人很多话跟我说呢。他还会做饭，刘伯全也会做饭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不。哎呀，少主，我是说呀，人家侧夫人一见到您呐，那笑的呀，梨沫都出来了。我可没见他冲别人这样啊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再说了，我们家少主是谁呀？英俊潇洒，我见犹怜，谁会放着您不要去看别人？是不是？大度一点，微笑啊，对，像我一样，对，微笑，对。刘少主。萧阳晚上跟我们一起回去，他新研制了几道养胃的菜，想给你尝尝。走吧。夏大厨，其实我一直想跟你学做菜，可以教教我吗？当然可以。所以，炊具呢？对呀，炊具呢？刘大厨，炊具呢？是啊，炊具呢？怎么萧大厨一来什么都不见了？就是。刘大厨，这萧阳好不容易来一回府上做菜，就不要为难他。哎呀，这里呢是少主和侧夫人的府邸，我们没有义务对一个外人友好。是啊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厨师都会把厨房当做自己的领地。我贸然踏入确实不妥。不会。所以呢，我也不是空手来的。刘大厨啊，您平日辛苦，我呀特意为您准备了一份礼物。这是怎么把刀藏在衣服里的？这是我们季川人的技能。哦，这什么破刀？这不是名厨世家萧氏专用的宝刀吗？萧家后人在上，请受小弟一拜。刘大厨，你快请起。这双送给你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？这是我亲手做的头油，很是保养头发。是的。这是我亲手做的点心。谢谢。萧大厨好手段呐，这到我们府上收买人心来了。怎么会呢？我就是想给六少主做几道养胃菜，是吗？所以苏总管不劳烦你，我自己找一下。所以苏总管没给你准备什么礼物啊，别找了。我不需要。你听我说，那是因为我听九少主说呀。说什么了？你把少主看得比自己还要重。那必须的呀。要是我能帮您分担一些的话，把少主的身体调理得更好，比送您什么礼物都重要啊！您说对不对？对呀，你知道吧？我最担心就是少主那个胃疾啊。我不需要，我们少主身体好着呢。那在侧夫人的精心照料之下，吃嘛嘛香，身体倍儿棒。那养胃菜我还做吗？你就把那个菜谱写下来，刘大厨你检验一下这水平哈。谁稀罕你的礼物？刘大厨啊，炊具呢？我来，你得小心点啊，切得好。都在这。看着就香啊，小冉子。这都是我喜欢吃的，小大师。你太厉害了，喜欢你都有啥呀？看你又健康又好吃。刚刚厨房出了点岔子，所以来晚了一些。吃饭吧。刘宝周全，你们不是说过不想让别人染指自己的厨房吗？你们怎么回事？我之前的确格局小了，
但我现在已经幡然悔悟了。侧夫人难得带个好朋友回来，我们自然应该待人家好一些。雨萍、玉展，找准自己位置。找准了，我俩一直盯着他。好朋友，没离开过。行，这挺热情的。是啊，你不会也？我挺佩服肖大厨的。哎呦，他那个养胃食谱真挺棒的，就这汤就是按那个做的。我跟你说，刚才我偷偷尝了一口，到现在胃都暖暖的。你快尝尝，快尝尝。来吃饭吧。哎，不是。那个，少主啊，这些菜呀都……这个菜要你亲自品尝之后，给出非常公道的评价。是啊，必须要非常公道。不是你干嘛去？我是他。少主，这手真的特别好，你能试一下？试一口，慢一口。不是，哎，少主，哎呀！侧夫人，少主，我知道，这些菜看起来就不好吃。哪有啊？吃一个就好啊。夫人。肖大厨走了。少主明明饿了，为何不吃刚才那些菜？一看就不好吃，别让他做理由。少主一向挑食，看不上那些菜，是应该的。我就不爱吃那个肖大厨做的菜，是不是这么生气？昨日婚定，父亲又问起九川推广新币一事。咱们的人是在做了，可金代淡漠四川，关系盘根错节。新币更迭，待获利日还尚需时日，他们哪里肯愿意啊？三哥，茶好了，来喝茶。哎呀，先喝茶。三哥，请看，这是代川、墨川户政司的回函，金川与丹川谈的也差不多了，这月下旬就会在他们的都城签发纸钞。真同意了？天可怜见呐！我这前前后后跑了多少趟啊，嘴皮子都要磨破了。他们表面上硬核，实际上根本就不动啊，互相在那扯皮推诿。这个大川的衙门职位繁多，自然容易推诿，可是人心向力，只要让他们明白，不担责任损失的更多，而先出头就能在他们的主上面前露脸，这就成了。至于其他几个小川嘛，三哥也不必劳心。这个小地方的人啊，爱走人情，只要认识其中一个人，就能牵动所有的关节。2盏清酒，1点薄礼，万事皆足。四弟真是思虑周全呐。这些都是四弟一人做的。不，三哥过奖了，这是我司不言得力，加上三哥带头奔波，趟好了路，小弟这才谈妥此事。若是三哥不放心，那上报的折子，小弟拟好以后，由三哥誊一遍，再行上报如何？我就这么定了。三哥是否应该想一下，今日在朝上，父亲提及的田亩课税一事，是何用意啊？课税啊？父亲是提了2句墨川减免田地租赋的事儿，莫非父亲是要减赋？三哥英明，小弟斗胆揣测也是此意，所以想与三哥商量。既然父亲有此打算，
那咱们户政司是否应该提前筹措起来？啊，我也正有此意。那想好了减免的法子，就由三哥去见父亲的时候说吧。人精啊，你四弟！三哥喝茶，三哥喝茶。哎，三哥，哎，四弟妹。如今三哥府上也没一个女人管着，这时节要陆续给各宫的夫人祝寿，我便提前替三哥把绣品给备下了，回头一一送过去便是。感谢四弟妹为我着想，多谢。上次我跟你说老四在户政司拉关系，你让我别着急，先观察。哎，我最近发现他这事儿办的呀，还都不错。他不只是在户政司，他跟外川都攀上关系了。这老四啊，路子野，人脉广，就是我办着都费劲的事儿啊，他很轻松的就办了。他若是当真务正，这对户政司和新春都是好事。但我觉得还是不能掉以轻心。仔细想想啊，他就算生事儿，他也只会搞你，不会搞我。不是我什么意思啊？我是说，咱两兄弟还是照做，朝堂上的事儿我不管，我也不站队。表面上给人看着，哎，咱俩还是各忙各的。哎，那个，我还没吃午饭呢，这不是来找你着急吗？你也没吃呢吧？啊，这既然是表面兄弟，饭还是各吃各的吧。我怕晚上误会，对你不好。那瓜子儿管够吧？苏总管。挺可怜着。有饭。司晨，叫侧夫人用膳。怎么了？哎，防着我啊！饭不给吃饭还防着我啊？没用啊！不是吧？侧夫人不在，哪儿去了？去酒楼找萧大厨。找那只羊去了啊？啊，没事。有事儿，事儿大了啊！哎，不能给他机会。哎，走，慢点炒，慢点炒。这个挑食怪，我辛辛苦苦做的菜，他一点面子都不给。过来，抽了。师傅，你尝尝吧。啊。哦。怎么样？还不错，就是咸了那么一点点，进步已经很大了，不错。我跟你讲啊，这丢夫人呐，这是一瞬间的事儿啊，快如风。没准你走着走着，要是做不好啊，就方便一点上路吧。啊，不是。弟妹，哎，老刘，你说这海棠是不是心里还有我呀？我来啦！吃饭吗？尝尝吧。吃饭吧。吃。
黄瓜怎么是绿的？把黄瓜切成片也能称之为一道菜，这厨子手艺不怎么样。刘少主啊，您别这么说，这黄瓜不是绿的，还能是红的呀？这豆腐可不行吃啊，太软了，没嚼劲。你家豆腐梆硬啊？不是我也没。这鱼怎么还带刺啊？这是毛还有三哥呀？够了！怎么总挑刺儿呢？这桌菜又不是专门做给你一个人吃的，你不喜欢就别吃。午休不上朝，就回家批公文去，真的是闲够了，到处找茬。我是来公干，公干他。啊，对，啊，弟妹啊，其实公干，公干好啊，你有事儿就往别处去，别在这待着。行，我走。走了，弟妹啊。以后谁还敢做菜，谁就是小狗。你回去啊，跟他说清楚，我是九少主介绍来的朋友，这些菜呀都是你做的，你只要说明白了，他也就懂了。你们俩呀，不要把你们的美好时光都浪费在生闷气，还有就是做菜上。哦，三哥，嘿，哎呀，太晒太晒，等会，我给你遮阳，太晒了。来，怎么总拿把破伞？啊，那路上不小心颠簸时候弄破了，没事，换一面。它遮阳有什么用？万一下雨呢？下雨就可以为你挡雨啊，是不是？是。慢点。教官，哎呀，我就说会下雨吧，料事如神。没事，我这次还带了好几把伞，我这次多准备了几把。百年不遇呀，太阳雨呀！你赶紧过来吧。哎，还是走不好啊。哎呀，得亏啊，我出门的时候留了个心眼，带了点赶风铃，正好你刚淋点雨。哎，趁热，来。你还是自己喝吧。啊？苦。来，我来。你不用，我自己来。什么不说好了，我照顾你，我来，给我。说好我照顾你的。你看过吗？啊？没有，我看你喂我的马，马吃的挺高兴。等会儿。你还看我啊？不是，我看看路线，看等会儿咱们往哪儿走。哎，踢松！哎呀，不。来，这个当个披肩也挺好，起码能挡点风啊。你说的对，我确实会拖累你，啥也干不成。到下一个城镇，我就自己走了。
呀？桂圆3钱，胡椒1钱。还有紫苏、大枣，混合在一起。凑不来，凑不来，凑不来，出大事了！少主他快不行了！什么？你小心点，小心点。